翻嚟新聞時間，繼可以用信用卡俾的士費之後，八達通公司正式推出八達通付款。不過的士司機話，八達通公司要收行政費，對呢種收費模式興趣唔大。嘟八達通搭的士試咗多年，終於推出。車頭玻璃貼住八達通標誌，即係話車裏邊嘅咪錶連接咗八達通付款機，乘客落車嘅時候嘟一嘟就得。鍵盤上邊仲有小費制，客人可以自由撳落去俾幾多小費。不過八達通公司每日就會向每個司機收取翻行政費，相當於當日用八達通卡俾錢車資嘅1%。至於司機嘅收入就要等到下個工作天先收到。因為開工就收現金啊嘛。如果你用八達通係經銀行先俾到我哋，要隔咗一日。如果提公開咁點咧？因為我哋已經揾食已經唔係揾得多㗎啦。你再收多個 percent， 其實唔係我哋嘅要求嚟㗎嘛呢個。我哋其實冇需要咁樣做都得㗎嘛。八達通公司喺付款機裏邊加入 GPRS 移動數據傳輸功能，傳送的士嘅交易數據。公司話已經盡快將收入交俾司機。銀行嗰交西咧，最快咧都要佢開工日嘅第二日工作天咧，先至喺個 ATM 度撳到錢嘅好處咧，就話咧佢係比較安全啲咧，佢唔需要咁多現金喺個的士裏邊。喺現時全港咧有31部的士已經裝咗八達通付款器喺街度行走㗎啦。八達通公司咧就希望年尾可以增加到去300部，咁可以等市民咧電子付款更加方便。無線電視記者彭國柱報道。無線電視廣播業務總經理陳志雲涉嫌串謀欺詐及收受利益案繼續聆訊，辯方取消傳召無線外事部副總監曾小明作供，但控辯雙方同意將陳志雲嘅復職通告部分嘅段落列為同意案情。陳志雲同另外2名被告朝早繼續去到灣仔區域法院應訊，控辯雙方同意將無線電視董事局喺舊年11月16號陳志雲嘅復職通告呈堂。通告列明，陳志雲復職之後嘅權責唔包括藝人管理同埋選角安排。而原本擔任陳志雲嘅辯方證人無線外事部副總監曾醒明，朝早亦都準備出庭作供。但係開庭之前，控辯雙方達成協議，曾醒明唔需要出庭，佢就離開法院。而第3名被告陳永宣嘅律師申請將151封品格證人嘅信件呈堂。控辯雙方最終同意採納其中嘅85封，並且按法官要求將信件改為書面供詞呈堂。上個星期5，法官已經裁定案件嘅全部控罪表面證供成立。下個星期1開始，控辯雙方就會進行結案陳詞。無線電視記者林舒怡報導。兩個社民連成員今年3月向行政長官曾蔭權示威，被控擾亂公眾秩序罪，案件開審，2個人都否認控罪。兩個被告社民連成員黃俊傑同黃浩銘去到九龍城裁判法院應訊，兩個人涉嫌喺公眾地方嘈吵、擾亂秩序，可能對社會造成不安寧，被控擾亂公眾秩序嘅罪名。控方喺庭上播出一段由社民連拍攝當日向曾蔭權示威嘅片段，並且傳召負責佈置展覽嘅歷史博物館職員。佢話當日喺曾蔭權到場之前，已經見到兩個被告坐喺科學館外邊嘅石級。曾蔭權到場之後，第一被告黃俊傑就衝向曾蔭權，之後手上面原本揸住飯盒嘅第2被告黃浩銘個飯盒跌咗，仍然攞住一啲白飯，繼續向曾蔭權叫口號。事發喺3月1號，兩個被告到科學館向出席公開活動嘅行政長官曾蔭權示威，曾蔭權聲稱被示威者撞倒，之後去醫院驗傷。無線電視記者吳景俊報道。港股反覆下挫，市場氣氛觀望，成交縮減到個幾月以嚟最少。外圍充斥唔明朗因素，令到港股缺乏方向。低開近150點之後，一度重上22000，但係高位缺乏承接，收報21804點，跌70點，成交512億，係今年5月底以嚟最少。歐債危機其實就暫時叫做沒完沒了嘅，咁啊見到美國嗰邊個經濟數據啊係決定性嘅因素啦。如果跌穿21509點嘅話呢，後市有機會再試低位嘅，就要試翻21000點附近嗰啲位置。聯通上個月3G 上客速度加快，無助股價表現，匯控一度失守75蚊，港鐵再創1年低位。內銀股支撐大市，三大策略股東表明無意減持嘅農行升近3%。
自傳內地正草擬新一輪限購城市名單，內房股普遍向下。中信泰富推遲喺西澳洲嘅磁鐵礦投產，被多間大行調低目標價，股價下挫超過8%，係跌幅最大藍籌。異動股仲包括投得北京地皮嘅十友，股價炒高3%。停牌半個月嘅中心宣布首席執行官離任，復牌之後急挫近1成。無線電視記者陳曉榮報道。山東青島有唔少泳灘嘅，不過呢幾日大量虎台囤積喺岸邊，泳客大受影響。喺青島呢個海濱浴場，漲潮嘅時候，虎台喺岸邊越積越多。有泳客話虎台入侵令到佢哋好唔方便。肯定有影響，這夏季上不來下不去。我從小就每年都到青島來玩，這2年來了以後感覺很不好。浴場嘅清潔人員不停清理沙灘，但係都趕唔上虎台堆積嘅速度。這一袋子裝滿了有多少斤啊？100多斤啊！我看一個人抬不動。管理員話：每日退潮之後，等遊客離開，就會用大型機器加快將虎台清理。近年每逢夏季，虎台都會喺青島爆發，每年清理出嘅虎台超過100萬噸。但係生長喺黃海南部水域嘅虎台，點解會出現喺北方嘅青島呢？因為這個虎台呢，它是跟着海水在飄，這個海水啊，它的流動方向和青島的那個岸線就幾乎是垂直的。那麼這種垂直的這種條件呢，就使得這個虎台啊大量的在青島聚集。專家又話，海洋中嘅上升流將海底嘅營養鹽帶到去海面，亦都助長咗虎台生長。無線電視記者黃家慧報導。方法，日本第一次奪得女子足球世界盃喎。係啊，日本嘅決賽同美國打到加時都係打和2-2嘅，最後日本互射12碼贏3-1捧杯。藍衫嘅日本用雙腳為自己甚至亞洲嘅足球爭翻一口氣，守住足球界最高榮譽。半場同美國打和0-0，第一個入波到換邊後24分鐘出現，莫肯就射得刁鑽，令日本落後0-1啦。腦中嘅牢牢記住係為天災嘅災民而戰，日本可會輕易放棄呢？龔建寧喺最後9分鐘嘅入波將賽事帶入加時，日本梁子軍告訴世人鬥志意志，足以克服一切困難。喺加時上半場被雲巴斯頂入，身高同對手有距離係事實，但係佢哋擁有打不死嘅精神，亦都唔係假嘅，仲抹走咗一切客觀嘅不利條件。澤瑞希嘅入波令佢以5球成為神射手，而更重要係為日本喺加時最後3分鐘追成2-2啦。岩清水子啱啱好喺禁區外踢跌咗單刀嘅美國球員，用自己嘅離場換嚟球隊唔失波，同最後互射12碼嘅機會。若果喺以前話亞洲足球隊能夠站上世界之巔，或者會俾人話係痴人說夢話，但係當紅谷沙希主射，所有嘅夢想都變成咗事實。日本12碼贏3-1，成為第一支勇奪世界盃嘅亞洲球隊。獎杯為災民打起，日本女足嘅表現仲示範埋，只要有鬥志，所有困難都可以克服㗎。無線電視記者吳家謙報道。而唔少日本球迷呢，就留喺東京度睇球賽直播啊，咁我哋見證日本女足歷史性奪得世界盃一刻，都難掩興奮之情，部分人揮動國旗歡呼慶祝。亦都有女球迷激動落淚㗎。另外有唔少球迷就上街慶祝，佢哋都認為球隊捧杯對經歷地震嘅日本災民嚟講可以帶嚟鼓舞。各位新聞報道完啦，再見。